玩笑具体你觉得好笑吗？然后他就说不好意思，抱歉，下次会注意。对，所以如果我真的有小孩子，我觉得我一定会跟大家讲。最近要转战自媒体嘛，成为我们这个 YouTube 要来看一下最左边，对，最左边不要忽略他们哦，他们也很尽力要争取到他们青睐跟注意。好，再回不至于困扰，只是会觉得那个大家真的有很多的祝福，对，希望看到我生小孩，因为连不只是长辈了，连那个平辈的，就是好姐妹啊什么的，有的看到新闻当真的都落泪了，我想说，我当艺人也10几年了，你们可以别这么容易，就是刷几个新闻就生气，不会来问我吗？对啊，所以但是我觉得我不会觉得，虽然很不习惯，但是不会困扰，因为你会知道说穿了，大家就是很希望你关系很幸福，对啊，就是这样。我跟他说，那个玩笑具体你觉得好笑吗？然后他就说，他就讨论，对，他就说也不知道，可能就是在跟兄弟讲话太习惯了，就男孩嘛，对，男孩讲话就是总是会有这种斗嘴什么的。然后他就说不好意思，抱歉，下次会注意。对，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算是上一个时代的艺人，然后那时候我们的恋情就是一定是公司都希望不要去说，所以我们也很习惯了。对，可是就等于我从小到大没有体会过自然正常的有一段感情关系是怎么样。对，所以对我来讲不能讲失而复得，但就是很珍贵这种很平凡的可以跟老公然后走在路上的感觉。因为我跟你讲，因为我有一只非常会撒娇的狗。刚刚开始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然后因为我们在一起大概认识有10年了，所以那时候等于我年纪还很小。我是真的会生气，因为他们狗狗，因为他们2个太好了，然后每天在那里眉来眼去的，而且那是我的狗 ，OK， 不是你的狗啊，他爱屋及乌啊，就是因为毕竟我的狗是母狗嘛，所以它当然也会对异性的撒娇是2倍。我的狗也超爱异性，是不是？是女光生就还会闻一闻，但是如果是异性就会这样，也是这样，就是无撇个屁。我是一个蛮诚实简单的人，我有不擅长说我自己都不相信的话，对，所以如果我真的有小孩子，我觉得我一定会跟大家讲，所以大家就是拜托我的亲朋好友不要再因为看了那一篇就打电话哭着打电话给我了啊，好不好？